你做咩啊？清場。哦。可以開始。各位Form 7嘅同學，咁啊特別係 7S 啦，咁啊做咗大家班主任2年，其實咧跟咗大家咧已經係有4年嘅時間，咁啊都係好開心嘅。咁啊大家咧就，我覺得你哋都每個人咧都有自己獨特嘅性格，但係咧一齊坐埋一齊嘅時候咧，生活得我都覺得啊，大家生活得好融洽，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。咁咧有部分同學咧對自己嘅要求咧好高啊。咁唔容許自己咧犯任何錯誤咁樣咧，咁其實我覺得咁都唔啱嘅，因為每一樣嘢都會有瑕疵啦。咁我想同大家估一個燈謎啦嚇，咁呢個咧就係個燈謎啦嚇。咁玉上有瑕，人豈可免？咁即係話咧，就算係一塊碧玉都會有瑕疵啦。咁何況係人咧咁樣？如果大家遇到挫折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氣餒，咁可以用呢句説話咧係勉勵自己。呢個燈謎個答案咧，其實係個黃金嘅金字，咁咧希望大家大家喺我心目中咧都好似一片黃金咁珍貴嘅，希望大家日後咧能夠好好咁樣生活，同時咧係前途似錦。各位文科班嘅同學，你哋好啦。咁就唔經唔覺就已經同大家相處咗2年啦。咁喺呢2年入邊咧，其實都係有好多嘢都係好值得回憶嘅。咁就我希望大家喺嚟緊嘅考試咧，無論係校內或者校外咧，都會有優異嘅表現。咁亦都好希望同學咧係可以入到自己想入嘅大學啦。希望大家一切都順利，就係咁樣。拜拜。